今日咧，姨妹帶大家咧去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做一件好有意義嘅事情。嗱，跟姨妹嚟。今日咧嚟到呢所咧咁特殊嘅學校，我個內心咧仿佛被打開咗一扇通往全新世界嘅門。喺呢所學校嘅係一對咧因為意外導致傷殘嘅姊妹嚟創辦出嚟嘅。佢哋嘅經歷咧本嚟就令人唏噓啦，但係佢哋從嚟咧冇沉澱喺自己嘅痛苦中，而喺毅然咁投入咗呢個咁特殊嘅教育事業中。妹妹作為校長，統籌咗學校嘅大小事務。姐姐咧同埋啲老師咧協助咗妹妹一路互相扶持，用愛與耐心照顧咗呢啲咁特殊嘅細路仔。見到校長嗰陣時咧，佢雖然咧行動有啲唔方便，但係佢咧向我哋介紹咗學校嘅創辦歷程。嗱，呢啲咁艱難嘅日子，校長咧亦都向我哋透露咗，學校依家面臨咗好多困難，師資嘅短缺啦，同埋資金嘅不足。但係佢哋咧從嚟冇諗住放棄過任何一個細路仔嘅，為咗細路仔創造咗盡有可能好嘅學習嘅同埋生活嘅環境。通過康復可以投身一個能夠讓佢哋學習同埋成長嘅地方。佢個話語中咧，從嚟冇帶有一絲嘅抱怨嘅，有嘅只係對咗細路仔滿滿嘅關愛，同埋對呢份事業嘅執着。校長咧向我哋介紹咗學校組織嘅各種活動，喺教室裏咧仲有嗰啲默默付出嘅老師們。嗱，佢哋咧本嚟可以選擇更輕鬆嘅工作環境，卻義無反顧咁樣留喺呢度。佢哋陪伴咗細路仔做康復訓練，教佢哋咧生活技能，給予佢哋一家人般嘅關懷。喺呢個睇似平凡嘅學校裏，佢哋用自己嘅青春同埋汗水書寫着不平凡嘅故事。離開學校嗰陣時咧，我嘅心情咧格外咗沉重。呢啲咁特殊嘅細路仔咧，未來充滿咗挑戰嘅。而喺呢所學校嘅老師們咧，卻喺度努力咁為佢哋照亮咗前行嘅道路。呢對傷殘嘅姊妹同埋全體老師嘅付出，讓我睇到呢個人生中最光輝嘅一面。佢哋用自己嘅力量，為呢啲咁特殊嘅細路仔咧，撐起咗一片充滿愛嘅天空。呢次嘅經歷，讓我對生活有了新嘅感悟。我哋時時抱怨咗生活嘅不如意，但係同佢哋相比，我哋係如此咁幸運嘅。而我哋咧更應該做嘅係，給予呢啲咁特殊嘅群體更多嘅關注同埋幫助。我都希望社會上能夠有更多嘅人了解、支持呢啲咁特殊嘅教育事業，等呢啲節育嘅天使能夠喺愛嘅滋養下成長。各位朋友都可以出一分力，盡自己嘅能力，可以幫助我哋更多需要你哋幫助嘅人。